农村干部级别属性，南部沙边国母级，平均沙队阶段项目的第几草娃调研部，什么理解？罗萨这些。高原迎春万象新，雪域盛世大联欢。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由喜马拉雅推进第19列挂节年，沙推这些个段的顶尖修行度。全部叶论上边，几个边缘属性，推荐给阶段了，对了连线度。第二年，年度居住率及沙推荐的，全面战略落沙去年轻两追前作业草人为因。第二个案子，那些媒介动作了俺当结巴他，马上变了魁北，这些问题需注意。今夜，喜马拉雅身着节日的盛装，赞美雪域的赵瑞与吉祥。今夜，雅鲁藏布缠绕在迎春的良宵，高歌盛世的灿烂和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藏电视台2016年春节藏历火候新年电视联欢晚会的演出现场。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让我们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祝愿万里高原百业兴旺，再展宏图。路路爬了电信，揭露出了所谓产品，俺最就用吉米的卡给密码南堂。期间的兄弟必须本的难吧？团队密码请追码的，长期你都别码，CT 连接你都不那么啦，落沙去参着修就完事。天爷，落沙边呐，古树山打他，瞧我男主用喂。这是日的实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全区各族人民，向旅居国外的藏族同胞，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政法干警道一声新年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罗萨，真是嘞！
撒着西龙不在，错呀了你了桑的撒着西龙不在。西龙不家，我送我妹妹的来是瓜菜，都拉长把菜讲了，今年写了的，但是想不到今年送。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不要躲在角落一个人忧伤。
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觉真的很棒，这充满了能量。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乐观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대리 나를 감아 야사를 들어서 나를 감아 너희 초라도 대신 투어야기 주동자 다음 주번 남은 자신쇼 자신 나요 자신쇼 자신들의 빈손 손바닥쇼 공주 베리 밴다 자신쇼 대신 투어야기 주동자 다음 주번 남은 자신쇼 자신 나요 자신쇼 자신들의 빈손 손바닥쇼 공주 베리 밴다 자신쇼 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乐观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让生活每一天不要躲在角落，让生活每一天感觉真的很棒，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在这举国同庆、阖家团圆的时刻，我们西藏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给大家拜年啦！今年啊，我们藏晚剧组呢向全区征集了许多藏汉语的春联儿，并且啊，这些春联儿可不一般。哎，等等，我想问，怎么个不一般法？因为这些春联呢是由著名的书法家呀亲笔撰写的。怪不得。另外今天在现场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哎，等等，别卖关子啊！这大过年的，大伙儿可等不及。好，马上就说。这个好消息呢，就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啊，会将这些春联呢发放给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与大家呢共贺新春。的确啊，在这万家团聚的美好时刻，我们主持人代表在这藏晚的舞台上，首先给大家展示其中的几幅。那让我们先一睹为快，大伙说好不好？好。那这第一幅谁先出呢？哎，就让我们先来。好，让我们抛玉引玉。朋友们，来看我们的第一幅对联儿：脱贫致富，和谐景。好，你这对联出的有高度啊，但是我也能对上。看好了，强基惠民，灿烂春。好，你有脱贫致富，我有强基惠民；你有和谐景，我有灿烂春。大家说怎么样？好，非常好。那刚刚呢，我们看到了第一幅对联，那接下来看咱们第二幅对联，同样的精彩。
我的上联是安居伟业千秋美。哎，这个上联真的是很给力啊！安居可以说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是吗？是。那么我这儿呢也有一个非常工整的下联，我的下联是落户功成百姓田。好不好？西莫林爷，俺最称作的他这个吉萨西子独入起啊，给切乎顶这几别不赢。吉萨西子提个俺最常见的艺术开不可能最切的那样的，同样的称作的那了，俺最西子卡些当节开用不赢。他个啥的，想不到俺最近三个明星的个天天做 QQ 音，因为糖果的看的呢。他前呢，我念你个天给里啊，吉萨个西子糖果的全部赢呢，肯定对不对？我的，天给是这样子的。天给的是啊，念西子糖果的赢呢，黑狗的男他。明星没写不听，要不，咱今天上边来给他念点新人吧。念没这第一呢，从家里给年纪点写第一，可哪做很真的？那么人家说，红里呀，可能最面子，我来也不说那是。他讲呢，口边面子，空个地呢，汤本那只特色的下，现在其他面子可就是。念名字，就把它赢了。第二批kim仓记，要不，哎，大伙等等，这里你看金莎老师，我们都已经送出了上联和下联，这横批去哪儿了呢？哎呦，这横批啊，就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横批是扎心牛乐。这是的嘞，轻松操；这是的嘞，么么哒。阿妈爬出过很山，阿妈爬着棒棒哒，电动电话逃不了去，电动 happy 要我笑，第三头他子来见查了些就用个笑，第三他子木头在哈好声音的。这个从我老板真的对白，这是千万人加油的。这里年人家看把那微信给红包故意的了。你一路上过来对白，全部还接受了这个。这里年他了将几个月呗，比那刚开始加油。所以这个里面的统计当然现在就在我让你个面对是就人之初初的配送啊。这是，别过来现在可能买不就是。让我录个有老师的媳妇家还记得啊？听了上边错上过的，我让你个面对是的，看有那个多日配送啊。这是，一年来年提送个面对住，当时的日子学嘛送啊。切上去，他别了一下，经常许多都是那的看开单名。这是，他别了，经常见过可能都七个小名多呢。切上，对象许多做单个单名多，县的官名多。我们俺那的业务都超了七差下了，底下个见过就是呢，看看嘛些呢许多差距，我们俺那了你嘛都长么超了七差去，许多都是口对做不赢的，没了感谢干娘人家。是的，俺做国业许多的老重要，哪个要看也不对。顶上见过可能没了感谢给们的儿子的，对了满边的丢了鱼，或者先嘛是吧的。切子，俺做国业呢。30几年的，米不得那个见过的吧？切上去，我都不打不地的叫肯定去。有人差的先生看，有人没人这边先接不着。经常许多都是那的，有人不想谁的看的。要我的妈的！全国呢对俺比那退休了马上比的，怕亏下钱呢，钱么就上了，俺那谈的呢。还是，把过去我就没去那找过来了呢，亏下没去那家子让我听那讲这里，等下兄弟说。绝对叫人家在对对年上去过去了。是啦，偏这么说呢，有日子些。切子，来我那去那估计人白切不切了。我呢，那老那他们都是当当楚楚。他查俺那去那见过的是老师这边，俺那国把下过贴。切上去。现在看呢，当年没切不是吧？但听人都苦干挺大对的，不过不挣钱了，老说要的家伙。他啥不是嘛？你是说出去，要让我来人说的。这里那苦干挺大对的。我让你个人家伙那做，老师要我写吧做，是，见过我做老师要我写吧做，我自己拉的啥？你啥吧？你这个这个店长干了给你认得了。那这应该是不弄不下去，听了你认得。是的。当当起来，你个吃饭店长呢，这还是我的呢。对了，俺你的牙签忙做事。听那你啥张让了这个的？
咱亲的咱呢，听他说兄弟说故事对我印象。俺这老亲戚输得不赢过去。那也是，什么都得下修路卡去，长来的啤酒喝酒了，俺这年太爱情了。可完了，谁的下了呀？给那送到年不了。但现在给那个那子底下，前来头天查里的。是，俺这监狱修才的吧？两是给要嘛的。是，你嘛的给了。你可对了，底下眼光蒙古去，深究了来就啥吧？这边给给你主要说连个芒果去。你去了这个地里的，俺这个地了。英国就，天上最建议干啥了？这个蒙古没有呢？俺这处理就在快了嘞。前来南北的摇的是吧？太阳的雨的，切上去。我是，但老的呀，你得看的慢慢注意。啊，你还乖了。你像这样子修的时候，继续让我那里，俺都见过了，电视这边嘛在，这都归下的其他呀，我在这一过去，太阳你考对了呀。看上见米嘛了，给他的米。修饰点呢？原来给那个拖家那修个下去，现在这能不就是我？我这没嘛了，去那地这哪年要是呗？我那原来给那个拖家那送给你。你冷牛没？你过来这个，看啥道上个？今天给今朝托管那了，都里年在估计，给咱想想。对，给那恐怖去那么说，但你干啥那个脚打去，里面别都老实了。这那就看把那了，看就嘛就是过来的，我呢想必学业了是吧？没事，这听出，俺就推了300学的3批去年那个。现在是。看把那块去吧了呢，把这那块去吧自己。哎，你啥嘛的呗？看就看把的那么得去。哎，这去，这。说是跑跑看把这给有呗。我这个了，俺就看把那屯大门过的。是吧？嘿，要不这谁啊？俺就看把那6个月要的，3个月要的，8个月要的，8个月要的，那给他8个月的，啥事呢？你咋嘛的呗？听说看把那么得去。呢，错不？想咋就故意是的，想咋就故意是的，帮我们那看的呢。大清就在这，就说刚帮我他们了。看把哪里啊？你民用线这个年度，呀，第3季做干了呀，客军30多啊。看到。见过说独家嘛的兄弟们，你独家见过抢这个。好的，俺就独家的噻。兄弟们，查了的装装半截，点点滴滴错这个都是俺做办的呗。偏嘴娘做这这边进入前头那块去吧了呢，把这那块去吧自己。哎，你啥嘛的呗？看就看把的那么得去。这去，这，说是跑跑看把这给有呗。我这个了，俺就看把那屯大门过的。是吧？嘿，要不这谁啊？俺就看把那6个月要的，3个月要的，8个月要的，8个月要的，那给他8个月的啥事呢？你咋嘛的呗？听说看把那么得去。呢，错不？想咋就故意是的，想咋就故意是的，帮我们那看的呢。大清就在这，就说刚帮我他们了。看把哪里啊？你你民用线这个年度，呀，第3季做干了呀，客军30多啊。看到。见过说独家嘛的兄弟们，你独家见过抢这个。好的，俺就独家的噻。兄弟们，查了的装装半截，点点滴滴错这个都是俺做办的呗。偏嘴娘做这这边进入前头呢，俺就学弄的做嘛。甚至这个主要的除了旁边马路边的，俺就见过嘛的呗。看呀，那个月头呢，如果前头呢，俺做嘛的呗。第二我们路也不见，咱们张家讲的都是俺做嘛的呗。也不运送来看吧，俺就学弄的做嘛的呗。不，人家早上来过来的，俺就见过嘛的呗的。这台北的、空北的都呢的，俺就学弄嘛的呗的。台北东区呗，水军里面都是俺这在嘛的。水军里面的都真不能给哈国呀，又不说呢，俺就学弄的做嘛的呗。我那这样子的见法就是总干的属于呗。这个了，你俺就年纪大落来举着，看是看了看不懂水里。没事的，给那给那一个落来的水牛阿姨了。同牛没？还是看水牛呀？2种同牛。我这个了，你都说嘛那个，2种俺落来他花心个。他没事的，给那给那是来年提出他那能有没有？对，那没谁多呀。对。去哪地方吹掉？哎，
大家你看子兄弟子，我拉不起来，气不多。等下，给那个送夸张啊，要不整了。好的，拿来你们都出油的。常务县委呢，其他人群都是大家特别特种了，俺是给我是弄就全国个去。热哇，给了今天苏马那的，今天从娘牛皮手炒不的做，俺就老就学那学菜呀没得。既然是兄弟现在给合作的，对我们才就说，俺就老就学的学。我这给了今天就土生上过的他，你到这呀，我连俺就老就学的话。他就是有个人呢，他别他那不要我打不得了，人他们在投资去兄弟的。给了今天从俺说呀，蓝队的老表他个哪不哪吧，俺就拧他过来掏钱那兄弟。他今天从俺这贵县在这个那边的，人拧他过来掏钱那兄弟。给了今天从俺说呀，强军的一进来吧，拧他过来掏钱那兄弟。他是兄弟做挺啥呢？抢那个我嘛好吧，我做的那个白人那不得了，人他们在投资去兄弟的。皮下个见过的是我那的，这样的话。这输入样啊，见过样啊，输入样不多。见过样啊，那你说的这个？耶！俺你来见过几个月？我这水平呢，俺是见过兄弟这些样不啦？俺是兄弟见过钱的吧？当然的。平时30前头呢，给水果了，给菜园，这不是吧？见过兄弟前头呢，是对起做用的用。当然的，我啥不得了，今天是兄弟做，老就养过，哪个养过，错也不用修。老啥那给了今天做，팀장做不，土生做不，错做不要别面对兄弟的。看来你来对我们要我觉得，而且你就起来。多谢，给了看来你来不手塞大大，而且你就不知道。看而且啥事哟？妈的。给了，我大大，你都是你，给了看来你下个天队长吧。哎呦，你就不知道。那就是，但是你想嘛，俺那就什么时间来这里啊？留下这些妹子去呢？这些妹子，俺们下来头，他抢救身边记住错，留不记住心头抽不当，心不这个心头哪个？忙个相对学员，把咱我。不用爱绿送过了，生就去。说是全大的点钱，点来帮，第几出不让了，破难着。这期节目吃的是浪皮，健康电视万能基本上。给了你公干啥？我说这是的，他这里明显的第三天啊，给了你个，这些什么说，明显是送了呢？我个听得对的，不没这路，那么啥么下边推说，你一个太讲说了，这些的来不送错。俺们把住公干上，别都对我偷了笑。第三对个他是哪么来的？差了这就用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希望和梦想的季节。是的，童年就像是在春天里茁壮成长的一棵小树，一摇就是一地的梦想。童年也像是草原上吹过的微风，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飘洒着清澈透明的笑语。那下面这个节目，咱们就送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愿祝福缀满你们的梦境，祝你们有一个快乐的新年。雪域的家乡。
们来自繁华的都市，孩子沉迷网络和游戏，早已忘记自然的美丽。放下繁忙的工作，陪着孩子重回自然的怀抱。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玩，连个 WiFi 都没有，有什么可玩的呀？你自己走吧，我再也走不动了。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讨厌的动物？快把游戏机还给我，还给我！春光如此明媚，森林多么美丽，快快加入我们，一起快乐嘻嘻，快快加入我们，一起快乐嘻嘻，快来加入吧，来到自然的怀抱，快来加入吧，来到自然的怀抱，沐浴温暖的阳光，唱响欢乐的歌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是自然的精灵，我们在和谐的世界一起快乐的成长。百花仙女来啦！百花仙女来啦！鸟儿在树里欢唱，白云在空中荡漾，美丽的花儿快快绽放，春天的气息吐露芬芳。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播散着春天的微笑，春天的一切多美好，让我们向着阳光快乐绽放。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播散着春天的微笑，春天的一切多美好，让我们向着阳光快乐绽放。美丽的花儿快快绽放，春天的气息吐露芬芳，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播散着春天的微笑，春天的一切多美好，让我们向着阳光快乐绽放，春天的一切多美好，让我们向着阳光快乐绽放，快乐绽放。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修炼呀嘛修，修炼呀。真出来也跑仗，你拉起了长把枪了，别给他抢了，别给他抢了。我出来也跑仗，你拉起了长把枪了，别给他抢了，别给他抢了。跳杆上你的三家，你妈家的跑上抢了，别抢了，别给他抢了。抢他们东山下你，东下的就身本带你，东你把东山的老你，东阳庄外面带你，东什把东山的拿你，庄说的拿完他也带你，东也把东山的上你，庄说的日把家运带你，东抢了来一来一学，说林波家一家一学。说的让我说。说
观众朋友们，像咱们大伙儿都非常熟知的邓珠次人、德西梅朵、格桑曲珍、尼玛次人等几位呢，都是全区家喻户晓的歌唱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歌声热情洋溢，保真深情，同时也是获得了广大观众朋友们无数次的掌声。是的，这些年啊，几位老艺术家演唱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些歌曲啊，也是深受咱们老百姓的喜欢。可是今天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节目可不一样哦。哦，听你这么一说，难道会有惊喜吗？绝对的惊喜，而且绝对的精彩，让我们拭目以待。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中国。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爽快刷刷忙不停放歌，青春有太多未解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Sembra corsa pomo chileme Te besa ta meto la sota non lo so neanche cazzo Sembra corsa pomo chileme Chongji lo ti pomo la Sema lo ti pomo la Sembra ka ni ning tang tu zu su Chongji lo ti pomo la Rico tiene lo tang ta wa so sema lo ti pomo la Pomo pomo chile sembra me Nasu sembra roma ta muta Pomo chile ziba me, usu ziba na la monta. Pomo chile ziba me, kenganye mo kutu sungeta. Pomo chile bichi pomo te mahale.
了，这是的，铺这是的。行，我的娘不应的，这是去嘛是，穿的比较松解，那去嘛是啊，这是的，不松解，俺们把公安点到台湾去是。哎呀，这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15年西藏卫视全新改版之后，推出了大型原创音乐竞技秀《扎西秀》。这档节目呢，立足于西藏，面向全国，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新生代藏族歌手，他们也是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一致好评。是的，扎西秀让我们闻到了酥油和糌粑的清香，听到了游牧的情歌在耳边回响。雪在飘，雪在飘，阿爸的牦牛在奔跑，梦在唱，梦在唱，阿妈的天爱在绽放。花在开。
观众朋友们，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了8.1级强震，波及了西藏日喀则、阿里的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在万分危急的时刻，自治区党委政府果断作出决定，将危险地区的所有群众全部撤离。奔赴一线的广大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公安干警们，他们忠诚担当、舍生忘死，为群众的安全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喂，对，是我，对，我是朱所长，对，请你告诉我前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长。什么？好，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组织受伤群众转移，对，让他们远离受损房屋。所长，你现在有时间包扎伤口吗？我现在忙着呢，哪有时间包扎伤口？喂，是，我是所长朱军，是。什么？陈书记来了，太好了，是，明白了，首长，我们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是。陈书记亲自到现场指挥了，我现在得赶紧过去。所长，你现在包扎伤口啊，要不然会感染的。所长，你等等我啊，所长。要走呀，你们走。今天呀，我哪儿都不去。我都在这生活一辈子了，这的一草一木，还有这的山山水水，那都是我的根呐。我能走吗？我能离开这儿吗？我说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了，让这场地震早点过去吧，让我们这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呀！我求求你了，老天爷！尼玛阿爸，尼玛阿爸，尼玛阿爸，我可算是找着您了。您在这儿干嘛呀？哼，你找我有事儿吗？阿爸，我来带着你和乡亲们一块儿转移。转移？对，转移。我告诉你，今天呀，我哪儿都不去，死都死在这儿。你，阿爸，您看看，现在这儿没水没电又没吃，加上这余震不断的，山体随时可能行了，我都在这生活一辈子了，我告诉你，今天呀，我哪儿都不去。阿爸，您怎么这么倔呢？我就这样。你就，阿爸，你看这余震说来就来，你还是跟我们转移吧。我不走。阿爸，我哪儿都不去。我说您赶紧走啊！我不走。张强，你所长，你来的正好。阿爸他不肯转移。阿爸，您听我的，您看现在这余震不断，山体随时有可能垮塌，说不定啊。行了。我都在这生活一辈子了，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阿爸，你们明白吗？明白，我们都明白。所长，阿爸，你们看谁来了？尼玛老村长，你别骂村长。尼玛老爹，村长来的可太好了。村长呐，你得给我做主呀！怎么了，尼玛老爹？你？他们想让我走，他们说要带我到陌生的地方去。可我这孤寡老头子，要是到了这陌生的地方，谁来管我呀？尼玛老爹，咱们党和政府管您。咱们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了，他们在前方安置点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食品和药品呢。我们啊，就赶紧跟着这些边防官兵一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啊！是啊，阿爸，跟我们转移吧。哼，我告诉你们，今天呀，你们别想让我离开这儿。老爸，我跟你讲，我们的战士们为了能够救埋在地震废墟中的老百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土，你看把手都弄伤了。但是他们为了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连包扎伤口的时间都没有，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婆婆，
所长，阿爸，阿爸，您看这余震说来就来，您还是跟着我们一块儿转移，再不转移就真的来不及了。我哪儿都不去。我说这该死的地震啊！你夺走了我的房屋，你夺走了我的牲畜，你把我这美好的家园也一块夺走了。我说，你怎么不把我也一块夺走呀？阿爸，您这我这孤寡老头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村长，爸，尼玛老弟，这串钥匙你还认得吗？钥匙啊，钥匙啊，这不是巴桑家的钥匙吗？这不是罗布旺堆家的钥匙吗？村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村长，朱所长，这是咱们村29户村民家的门钥匙，乡亲们自愿交给您，请您一定要收下。朱所长，这个是达瓦家的门钥匙，达瓦，他们家还有2头牛，麻烦您给照看一下。哎，这是罗布家的钥匙，他小女儿的毕业证书还放在家里面，求求你们一定要给找到。一定。朱所长，这可是边巴商店的门钥匙，这个商店可是边巴的命啊！边巴让我转告你，咱们边防官没有什么需要用的，你们就尽管拿去用。这个是卓玛的，这可是次央的，这个，朱所长，这29户的门钥匙，我今天都交给您了，拜托了。村长，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绝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张强，到，把包给村长。是。村长，这包您拿着，这包里啊，是我们所长给你们准备的，在路上吃的东西。哎呦，这我们可不能收。村长，您就收下吧，这都是战士们的一点心意。收下吧，收下吧。我们收了，可你们，哎呀，你就别管我们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请您一定要收下。张强，到，余震又来了，赶紧组织村民转移。阿爸，走啊！我哪儿都不走。喇叭，你怎么那么倔呢？阿爸，我求您了，您就跟着他们一块儿转移吧。你把老爹听他们的。所长，我赶紧组织村民转移。我还是有话想跟你说。赶紧，现在，马上，我命令你。对不起。亲爱的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家书的时候，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否还健在？4月25日，我们辖区发生了猛烈的大地震，村子里的房屋、道路都受损得严重。现在，断水、断电，道路不通，加之余震不断，我们所长安排我加入到村民转移的队伍里去。可我作为一名武警边防官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因为也许在地震的废墟中，还有许多群众等待着我们去救援。我要是留下来了，他们不就多了一份生存的希望吗？爸妈，我是您的儿子，可我也是一名热血沸腾的边防卫士，一名永不退缩的军人。可自古忠孝难两全，请你们原谅儿子的自私，但你们为我骄傲，为我自豪吧。永远爱你们的张强。2015年4月28日
亲笔。报告所长，士兵长枪自愿留下。谢谢所长。村长，这是我的家书。我把它呀和这20封家书放在一起，还请您呢把它安全的转移出去。谢谢村长。所长啊，阿爸，这些啊，都是我们自愿留守的21名战士给家里写下的家书。这也可能啊，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封家书了。请您一定安全的把他们转移出去。家书，战士们留下的家书呀，这可是咱们留守的官兵给家里留下的家书呀。可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呀？你们让我们走，让我们转移，那是把生的希望都留给了我们。可你们选择留守在这儿呢，那是把危险和死亡都留给了你们自己呀！你们才是真正的活菩萨呀！村长，我这老头怎么这么糊涂呀？所长啊，这是我老头的家门钥匙。今天呀，我把我的家门钥匙也交给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守护着这个美好的家园。所长，你们留守在这儿，一定得注意安全呐！咱们走。新竹妈咪，同学呢？雪山的时候，越雪莲好好的；靠近草原的时候，鸳鸯群好好的；趟过小河的时候，月鱼儿好好的；路上见你的时候，愿你好好的。遥望天空的时候，愿云朵好好的；匍匐大地的时候，愿泥土好好的；挂起金帆的时候，愿风儿好好的；和你分开的时候，愿你好好
起金冠的时候，远方外好好的。和你分开的时候，愿你好好的。我们永远在一起，在一起。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永远观众朋友们，4.25地震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果断抉择，组织全区党政军警民迅速奔赴一线抗震救灾。在这场感天动地的救灾行动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冲锋在前、舍身忘我的先进个人。今天，他们当中的代表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掌声欢迎他们！朋友们，在上一个小品当中，我们看到了有21位战士留下了21封家书。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位也是来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就是我旁边的这位边防战士阿丹，掌声送给他。阿丹啊，公干长，当时在现场肯定是非常的危急，可以跟我们讲讲现场的一些情况吗？好的。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山崩地裂，说句实话，我们也是害怕的。但是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群众在那里，我们的国门在那里。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这是我们的天职。当然，在抗震救灾的现场，我们所有干部群众也都及时的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正是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我们才取得了4.25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这位呢就是组织张木镇几千人成功转移的县委书记王平。王平您好。那么正值我们新春佳节之际，可不可以送给我们一些新春的祝福呢？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此我们代表所有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向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和朋友们道一声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绿色珍惜的嘞。下雨，3点日
信，自由自在。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I believe。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15年，我区的数万名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走进了雪山深处，走进了农村牧场。建强基层组织，做好维稳工作，寻找致富门路，进行感恩教育，办实事、解难事，落实惠民政策，推进精准扶贫，这些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真可谓万名干部驻千村，万水千山总是情。没错，在过去的1年当中，我区的一系列立寺会僧的政策呢，使得广大的僧尼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宗教和睦氛围日益浓厚，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增强。在过去的1年，雪域高原到处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生态优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今天我们自从沙巴上那个节，学不强东大节，八卦训练，古学弄多了，日相见中面康度结完起。老用对，前人这边八卦经啊这里，同前当扎行，我也吹给其中去做那做的港式铺，西巴碟子，就恰的恰，大队点都去大就了他，让那去队不这东热切吧，样样通。铁打的通队。脸上的心都沉，假如让他的卡了几个月，呀的，明来的假如，假不的什么都来不及他的身板热多了，就光把两个亲过来，姐姐，哪个阶级起的卡拉数就长着起个不过大用见过了，是不是？看到气都样子呢，这俺这地区里，他一能啊跑跳过扎住多了，是的，不说起来的。哟，对，我是多了，但以内嘞，这个的第一次有大了，可是你上岸那的，绿豆破不拖大，小毛松就当不哒哒塞win大，他个广场那边这个啊，喂，就，广场上路的不是发动的，你没传统们都是，俺的控制没事吧？他个你，可是就，天上旁边上来多你拖就个死了呗，好啊。这让朋友们4个多了，但是你叫这个月，俺都要起了呀。他让小个叫我俺们那边干的听说啊，俺家那的给今年干起米，先毛都多的，我里也没兄弟来铺路米多了。哎呀，我去呗，但就看他下去呢，你看我这一个，但没叫了呀，这刚来看我的调查不是不是都是钱，可能用嘛的吧？喂，就到这。儿子，假如今天托家看完了感觉，俺真就给。那前天不是得个嘛的呗？对，哪打没吧？我的哪就是看我的叫人身边起嘛去啊，哪过的呗？有，让打的卡去有。哎。哦。2次的门头。阿嘞。他个是，路安哪里呀？伢儿爬里的得见待遇。哦。就那看就啊。俺当的古小村了老整这个组织经营，俺古小村了陈路写着了，古小村俺做呀不一人来了，顶上样啊不一人来写叫
哦，加油的。我这边这让吃不下去，吃不呢，这跑呀我就没嘛。哦，那你就看那都是可这下去啊？俺做的呀，看了那个嘛，呀个，哪个都记得打死了的。啊，这边现在看到看有的。哦，现在用讲着嘛，根本大学嘛，讲究他一个字，跟你们的，假设节目小兵长啊，小兵写读书了嘛，哈哈哈，所有的。他的这看的的。这种跟对嘛做俺做呀，想着明日出世，切莫骨髓息息，免得美国出去，谁能谁马上给用多啊？最米些把当米金把米来不的米菜心的啦，做么多怕起的卡巴要的的。喂，我打卡瓦的这结束的。见到的啦，俺最听这卡巴结果的了，没信俺做当初就要的。古小最下那罗如里白白露露要的，是。你那古小做你里去个结果当中那罗下边去呢，起码这son子，天天说龙卡巴要的，啊这天然天天送这要的的。古小啦，天然听个嘛的，啥张个错话声音的啦，就真的，这顶着嘛是呢，永远或者要嘛的。看，小哥，今天别错话是的，肉猪草不修补就要的啥。俺做差不多个卡瓦乌的，以内嘞，最的身上个最的大，我说天上等你俺看送吧。哦，大大，差拉的当呀，面顶这些的看的啥了？一日三次，一次2片，血液循环，消耗面线好。对这是的，这个吞松吞进了肉呢，差个过去你把哈讲切，谁话的了？啊，来，听这音不的？哦，来，修的，来。天哪，中俺最光把骗不呢？姐，这点过个现金忙不送不了吧？哦，是吧？听啥进对吧？可那做记录去牛肉西炸，钱都完了。是呗？是大了，俺这taxi西的嘞，带入去，说估计他养啥的钱，屁股别着啥的多了。我妈人呢？妈把锅包拖自己又加油的。现在嘞，这种跟对不错了，农村用咱确实嫌贵忙修多啊。地铁上土地哪个没多啊？来是。听啥进对吧？做白地江家的大了。阿嘞，我妈人的的。娘吧，他听啥的？秋哥，他东西那就全干卷不得钱。今天把可那种我这边不冲不了吧？我是吧？可那种业务修那个了。阿嘞，可那就开始送呗，突然间切出来了。卡送多。起诉来几百个证件，错来这事就都送给多完了。今天就为那故事电话用个了是，修长。见到的啦。喽。可是这让给老板送些的忙些。阿嘞，我那提醒我了，跟对不错了，让将多少钱去呢？我那你看那做需要干了。我这都是那。来，喽，俺见到的了，修好。来，不晓得屁股。来，喽。古小上岸那个茶席，点都抗战双毒劲，这样可能个心当当，撇对起养下来，我用个多。第二同队，我让个师傅养都亲不打，先把几步那一度。人不这个拍住了啊！哪个脱了？我不觉得了。假如，啊，这多去了。让用个意思嘛了吧？多家庭在看这人。暗房，哪个暗房的喂？我让媳妇去真久。那媳妇真久喂。呀，看着。让苏那帮里就这看这个呢？苏不能帮里就这，当然学我了呗。他对啊呢？让媳妇是干么多呢？是呗。他起码呢让呀，表到这拉是呢，大是呗。是，让了啪家里拉是拉起，俺你弄叫确实嘛说，当。我去呗，让了呀，你3人就媳妇这样嘛对？也是大穷啊。哎，慢着。慢着，啊，这注意。慢着打去。没有手。你可以用打的呗你。啊，你对啊，看了啥？现在有讲什么？见不大，喜不什么的，我得去的我。没搞。啊，没搞，这卡怕的。马达，蓝色。用的有多长。
大白菜、小白菜。拉西达，他去对面的，别再给许你了。打到啊，看啥样？顶着还有国子，给你没得啥子的。对有都。西达，他去对的，老不干不当妈不你。我是。我这位，对哪里位？谁是不来接几个？都啊，小我姐、拼姐，这个不，到底看人呢？小兵长个。好啦，他我那都啊，看了啥？西都说了嘛，哈哈哈啥的就开始的。对有都对。哈哈啦，西达，方便面。学长说了嘛，人们都爱你。大几个男的们步伐切打切切的能给，让去越不是他一个是嘛，是不是？到这俺看着年边啊的。呀，我那俺做谁干，俺不是往上拿上这说了呗。我们打卡线，让个让你啥样的西部个脚给有时候是吧？俺开始看啊么就。别说喽，哦喽，大老板这个别人下了，来噻，来噻，不笑了，喽，空，不笑了。家里的了，这个人呢，家里了，是吧了，家里了，这不笑了，那明来的家里，家不是什么多，来不知道的快嘛要人，没事的，看到就光把牙咋用的，家不第一次是咩味呢？我都还没看，他就看不到了。那就光把那个要的。可是你知道，全街首件的这个项目，啥个记者他被呜这，我在这边个家上。我那堂上用的啊，没事呢，拖在来家中回来，明俺都你几次要了吧呢？是，首长。哎，你看他家里是不是有那么多？他把片子看的那个了？我这大的。哦。俺就不过拉住听见，他的拉住什么当古多啊？哦。地头里呀，能把不让个他接古多啊？啊，那电脑这看的要人，让个他接想打的吧？我这不过节，让个命啊！不过几个节，我们这个全局都有，不过拉着电子手机说不，我们这常常那么的俺的人谈不呢，拖钱呢，学会的。这种俺用不得不过。你先把给用给要的，没现在谈的过面那个俺面的这个嘛的。好嘞，让面为呢？我小子去老头要买的啊，让面为呢？我小子超市的超头要买的啊，这俺听谁个面？俺谁的当天过面炸下来的，啷个说老天来着的？俺看了有，没现在看对不错，听不听见那边？俺钱来意思有。他现让不过老子当个中门事员呀，谁不老子当个中门事？让个手头。当面啥？当把中门当面啥？手头。当面啥？手头。当面啥？哼。当我那你当面个。对。来，切蛋个了。你呀，能的老子等个的，比么多你也心个面吧？我的不，你那乱啊之间送不送就没的，那他俩没事的。俺们看的，学的就看清楚。看的，你也是能不会拉着我，让你进去找我的事。啊，这俺当天过面那个听着详细，赶紧说人。我怎么呀？主任了，多少了？也给这厂目扩充啊？对，家里那是他配多啊。今天去让伢了马天，不过那不当面的，要我是哪是的？啊，这主任了，俺的过面那个。第去让土镇那嘛的，俺最去让原本那些哪当面不吃个吧的？我这里项目估点下，给我填了。对，主任那个有送的话，这个。填，这是哪个谁能打要嘛？填主任了，就主任了，主。几点别两个是的鸟主任下，我就知道几啥了下，从我苦对别干了，可能就本木说了几难，刚俺怎么谁逻辑？他因那别去要我这嘛真这里小我的，输了的，不说了，输了的。呀，这多少了？主任了，我说从你那个面就我自练噻，这款要配了呢。啊，来，他提来去让给我填了。来噻。这叫我修茶都干米？修咋去？听说俺做来几把大茶，没人知道报销要的。报销？报销。哦了，报销。哦，报销。哟，主任啦，我说我就那个设计的，那差钱子些活的。来是，你去让土镇嘛那是，你来给我填了，来噻。
跟多吉拉给查卡了切不呢？切，没中我做了跟国内呀，这他白差去下面。是咋理解？我最后的先拿的就求到。是的。呀，这干过就这样，先嘛到车了就给出到小这件的。难道莫讲俺的人给见了打偏了多吉拉？来是，来是。天上给着我，得做俺做来这边两个人嘛的。这俺做些。俺就来个的去干嘛用的？这用干嘛的？这啊，这多着了，当当大药嘛的。呀，巧了了。哦。天上多多嘛的，这看那个有。我的主人了，多吉拉是老天都没懂哦。哦。我让那个下前年的举不嘛前边是那些带的下。哦，这干嘛用的？不会拉着咱们的开起个档。是咋的？俺最光别我呢，先拿。啊，这主任啦，俺的家里开始钱噻。不管的理解看都错体用，电娘多落着等个前面的，是吧呀？是，那提这用个的呗？主任，用的，俺就把我的农军呢拿过来骗团卖吧，不没来，他把我卖完是的，是了，但你不是用我。我们给加个钱，别打。见到去了，天他掉嘛的，假如啦，南沙做便宜了，俺做便宜修。啊，这挺用的，用的，天他修了，他的钱咋钱送的？过去了，他的。俺最厉害的，用不听不当，你这又不听这嘛的。他呢，说最近的没紧张当，接住给碰顿有下呢，如果啦跟顿不错了，写不起去的。俺不，三百万脚啊，把我吃什么钱啊？你个跟顿不错，让人心给下着当，强强过给。俺工作想点没许呢，300米多。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